平安。感谢主，今仔日是咱台北中会所定着开拓教会的纪念主日。咱台北中会即摆拢总有100间的教会，但是了咧继续咧想讲有倒位会当继续开拓，所以咱逐年拢有一个纪念主日，就是7月的第2礼拜。嘛因为即款的机会，我有机会来到咱中间，过来主持圣礼典。嘛今仔日咱有。即个财龙法人当初改选，咱来开临时会会，所以愿上帝赐予咱所做一切工，愿上帝平安稳定、丰富，甲咱三甲弟弟，请咱大声三甲妈来祈祷。亲爱姊妹上帝，多谢你，伫天气炎热中间，祝你互阮有教育健康，搁较要紧，阮有一颗听主你的心，欢喜来到主你面前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这是上大的祝福。主耶稣，你伫世间传福音的时阵，你有和罗马利亚讲，伊已经选到上好的福分，就是安静伫主你面前来听主你的话。主啊，阮较无即款的福分，因为主你的话带来祝福，带来稳定，也带来关键。阮也欢喜照主你的话来行，阮的人生有方向，阮的性命要因安尼更较丰富。所以主啊，阮恳求你。互阮短时间，阮众人拢会当安静伫主你面前，互无论听的、讲的，拢平平对你话中，叫做造就，叫做帮助，叫做进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我想大家拢真熟有倒个比喻，伫这个比喻中间，耶稣将天国比喻做葡萄园。葡萄园的主人是啥物人？当然就是上帝。葡萄园就需要人去做工，所以这个主人伫透早的时阵，伊就到咱有印象的今仔话来讲，以前咱台北桥骹，那是古里的市场找一个遮个临时工拢伫遐做。透早请工落来，迄个主人亲像亲像要来请工葡萄园减工。有啥物人要来做当然，但是举手的就是个粗养的9千多项的主人来讲，来，你入来我葡萄园做工，一工，互你1公分就欢喜入去做工。9点的时阵，搁去，嘛也有人伫咧计讲，你嘛是要做工啊？我嘛互恁好的这个介绍，就是一工1公分请你入来做工继续换一寡人入来葡萄园做工，然后伫12点、3点，这个主人拢用共款的方法请一寡工人入去葡萄园。5点半时阵，主人搁出去，搁看，叫人了有人一寡婴儿伫遐徛。我放开。谢谢有无听厉害。所以有人应用伫遐咧徛，咱甲想谁人遐内晓应用伫遐咧徛，一定是遐个生了较瘦的、无力的人拢见了，好个拢见了，做咧瘦个无班的无力着。所以主人问讲，恁哪会伫遐应用咧徛，无要去做工？遐个人讲，无人请阮无人请阮所以主人讲，安尼你敢要入来葡萄园做工？当然好就入去，入去做工。结果到日头落山哇，主人交代管家，差不多咱用即摆话讲领班你去发薪水。主人搁特别交代讲，你对迄后面来上好尾来，来甲发薪水当然，你爱上好尾来足欢喜做点外钟，领1公分欢喜就转去遐较早入来，可能是讲哇，做1点钟尔，中外钟就领1公分大概咱会领较济，无拍算较分到伊个手续时，嘛是1块银就是早起甲伊讲好介绍，哇，圣经写讲闹念今仔日就不得了袂报条就叫老板讲伊，老板你足无公平我安尼对透早做到暗1块
啊，迄个好一点钟，你嘛互一箍，你无公平哦，你无公平哦，抗议哦，也挂条抗议。但是你看迄个主人讲话足趣味，迄主人讲，我敢无公道款待你，我甲你透早就讲1箍啊，所以我落你1箍，我无甲你减，所以讲你摕你的份啊，离开吧，啊，我要互即个较慢来的工人，甲你同款的工钱，我敢无自由会当来使用我的钱财？啊，我较慷慨，我做好人，咱来用即摆话讲，你着目孔车，主人讲我做好人，你着目孔车，这是一个咱人生的譬喻啊，是安怎耶稣来讲这个譬喻？啊，是安怎耶稣会甲遐咧抗议的人讲，我也无甲你接轨啊，我互你迄个比你较慢来会遮的工人同款的工钱，我敢无自由，我袂使自由使用我的钱财吗？我做好人，你着目孔车吗？耶稣讲这个譬喻是安怎主人会安甲应答？其实这个譬喻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讲的，对当时的犹太人讲，伊第一个意义要甲伊讲啥物？讲恁犹太人毋好心胸足狭啊，你们的心胸不要太狭隘。这是耶稣讲的讲这个譬喻的意义。因为是安怎？以色列人、犹太人，因自古以来就感觉讲，阮是上帝选民啊，阮才会含你享受上帝恩典。啊，恁遮的外邦人，你们亮迄个赛道一边去站嘛，你徛喺边仔去，恁无权来享受上帝恩典但是耶稣主耶稣要借着这个譬喻来讲啥物？伊讲耶稣讲，恁是上帝选民无毋对啊，我也无结亏恁恁若是欢喜持守上帝的诫命，恁若欢喜好好敬拜上帝，相反，上帝甲你收入啊，就亲像来透早就讲1箍也无甲你减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最所要人知讲恩典上帝恩典是普世性。上帝恩典毋是专卖，毋是讲卖，是讲专卖。当然你犹太人才在享受上帝恩典，或者是今仔日来讲，毋是讲基督徒才有法度享受上帝恩典，是所有的人拢会通享受。所以这个譬喻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就是讲，上帝一方面肯定犹太人恁是上帝的选民，恁就亲像迄个透早就入来做工的即个工人，恁比人搁较早入来上帝，恁是有福气的上帝会甲恁恁若是好好甲对上帝的话的努力行，恁会通享受上帝要互你的恩典。但是这个较慢入来的人，代表什么？代表其他的族群，你不能把它排拒在外面因无法度用今仔话来讲非基督徒，因是安怎无法度成做基督徒？有诶时阵捌听到福音吗？就是亲像遐工人都散步放牛人要来请，你若来请，伊就是歹人。因若有机会听到福音，伊就要来信耶稣这人入来辅导园，或者是讲今仔日微信者因初信，但是你看初信的教会足侪心拍拼。主耶稣讲过这个譬喻来讲咱毋通恁毋通心胸把遮人拢摆伫外口，这是第一个要来提醒的。因为较慢信主无拄表示伊的信用袂好无拄就袂晓做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要提醒的就是讲，恁毋好有嫉妒的心不要有嫉妒心。你看遮人透早就来做工的人，咱若是讲伊是犹太人，较慢入来。袂晓接受，可能是遐外邦人。因看讲，哇，你遮外邦人，恁来信主无偌久，恁享受遮尔济恩典的我信主遮尔久，上帝是互阮偌济哪会你亲像讲你做到做1点钟，你就甲阮摕共款1箍分无参像讲恁这拄好来教会尔，恁嘛咧享受上帝恩典遮犹太人就产生嫉妒，会来。但是主要所讲过这个譬喻，伊救就讲，安尼的态度是毋对。
啊，其实即款的电视，咱今仔日所基督徒嘛爱放伫咱的内心。我毋知咱的基督徒中间，咱的教会中间，有人会对未信者，还是初初来教会接触安尼。啊，你若无来教会奉献，啊，你来教会嘛食教会，啊，你嘛来用我的物件，哦，啊，毋免交钱就来找恁去，我前礼拜，迄个阿玲兄拄啊刷过，我平均逐工拢50几啊先来。我有时偷偷听着迄有的遮才讲，有够好，免交钱，我当找恁去，哦，啊，各位咱一只吼，食迄个吼，食点心，我送遐礼物，哦，想讲遐几啊百块礼物哦，哦，真美丽，先有用，快过来，哦，看了这有时，我到尾来讲哦，人伊想讲吼，信基督教是食道的，我恁着食我教的教头呢，有诶基督徒点菜有一款的款的，啊犹太人同款，啊你初信尔，啊你入教会也无少。哦，啊无出偌济啊，你就开始来享受，嘛袂问题。但是，最后说来讲，这是错误的观念啊！这种态度就是安怎？你信主遐尼久，请你想看卖，你已经享受上帝偌济恩典。咱做基督徒，你已经享受过上帝偌济恩典。犹太人、以色列人，恁享受过上帝偌济恩典，恁看到上帝偌济神迹。当是安尼，啊！你今仔日一寡初信的人，也是遮外邦人，来享受上帝，哇！你在咧嫉妒。最后所要通过这个吼，譬如来讲，这是错的，不要有这样的心态。请伊哪会记就是讲，上帝若好款来安怎，遮外邦人一定嘛安怎，嘛搁较会照顾遮以色列人。所以你毋好食错，对无？咱这譬如是讲安尼讲。上帝虽然有去顾念着遮个吼，遮外邦，但是伊也无甲恁亏待啊，哦，你看到早逐日就来讲一箍就一箍，无甲你减工钱啊。啊，恁较早信上帝，恁若欢喜照上帝爱着行，上帝互恁的恩典一点都不会减少，所以毋通有迄个嫉妒的心。第三项，这个比如真要紧，伫结论才甲咱讲，伊讲安尼。迄个是路尾要做大生，伫大生呢要做路尾。现在你今回你想看嘛，什么是大生呢？伫这个譬如内面咧讲大生代表啥啊？犹太人啊，你较早就认捌上帝啊，对无？啊，你是大生的呢，但是你若毋知好好去珍惜你即款的吼福气吼，啊你心胸狭隘，你充满嫉妒心，哦，啊袂晓去吼。袂晓去行入上帝的即个吼旨意中间，安尼有可能你会变做落尾啊，有可能变做落尾啊。啊，即个落尾代表就是外邦人啊，吼。啊，因安怎？因虽然较慢听着福音，但是因是听着讲啊，信仰所真好，因就来教会，因就做者新的服侍，因就欢喜照上帝旨意去行。安尼来看着讲，伫信仰的时间点来看，伊是落尾的代志。但是，这个譬如讲，路尾有可能要来做代志，所以这个譬如真要紧，对咱基督徒甲咱提醒。咱讲咱来信上帝，信主耶稣，咱拢真欢喜，讲真期待讲啊，我会当享受吼满满的恩典，满满的福气，成做广博的信徒。但是蒙福的信徒，毋是咧比讲，你信主偌久啊？20年哦，啊，3年呢，无啦，6十啊咧，阿妈才叫我讲，安尼吼，少年阿妈90岁咧吼，搁坐公车家己来做伙办，实在是好命哦。90岁啊，吼，信主偌久，但是我若讲信主久无好，就讲，这个比如要甲咱提醒就讲，要交对上帝所祝福的基督徒，毋是比信主偌久，是比什么？是比你去怎样咧用心咧跟对上帝。哦，你怎么用你的心在跟随上帝，比你信主多久那是更要紧的。你若是初信，但是安怎？你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你做者心无在上帝，你有可能落尾做大先嘛。
但是你辛辛苦苦啊，探人啊，有时间就来啊，无时间就算了啊，有啦，你嘛会当看到即款的基督徒，但我感觉咱教会的出席率算真稳。有安尼，虽然咱2个月来一摆我再看大概我们的出席率算蛮稳的，这是好代志。你甲想啊，有足侪会友啊，即马讲认真做咧个上帝无事啊，无闲啊，代志足济咧安尼我讲你毋好安尼讲啦，有一工你会足需要上帝时，上帝袂讲即马足无闲咧。我看你就当要好你啊，你若拄着代志啊，你就惨不要现在你有办法的时候，要把上帝摆在一边，这是不对的。你安怎用心咧回归上帝，这是不典型。毋是你讲时间，是讲你的心安怎回归上帝。所以今早起有即款对这个譬如来了解了，我甲咱问一个代志，讲这个上帝国的辅导员啊，用安尼咧款待，这无相关的工人，这若是算劳基法来讲，你感觉上帝国的劳基法、劳基法甲即卖劳基法算无共款？咱即卖社会差上严重，其中一个叫一例一休我毋知影咱会友中间有偌济，毋知影啥物叫做一例一休，啥物叫做一例一休？可能我读一半以上都毋知我是拄有担任着咱中会财务法人董事长还去参加迄个财务演习，有一个律师咧讲大概有较了解啦一例就是讲一礼拜有一个例假日，你一定爱互人休困一休就是讲7天中午你搁来休困一天，无一定休困拜六，因拜日倒位你都爱互休困。本来这个开始这个政策是讲要来，可能是要来帮助照顾这个劳动。讲你若是小假日，老板你若请伊出来请伊出来工作，你就爱互伊加班费。互伊加班费本来嘛是正常但是咱的政府足鼓吹管太多了。加班偌久就爱偌济钱，若超过偌久就爱偌济钱无4点钟嘛算4点钟，无8点钟嘛算8点钟。事实老板讲安尼哪会好？迄若请员工出来加班有时爱加到差不多2倍的迄个加班费。迄就是啥物？伊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板试着讲，安尼上好莫加班。若要加班，我就来请工读生。所以本来是一个出发点袂歹的政策，到落尾是安怎？3输嘛，对无？你本来讲你有劳工，会当趁较济钱，佫有休假，但是老板嘛晓算你坐遐济成本我哪有加班？所以伊的收入降低，有法度向伊的主人资本提高，政府费用嘛较糟蹋，3输。本来是一个好的政策，可能你看伤紧就来是着，所以看即摆要改改。这袂使讲遮紧就一路就出去咱来想嘛，你若讲真正照这落地的时阵反而讲医生嘛爱用这一例一休劳基法，是时间到，我时间到，我人来开我看你就带来等你我惨。我有法度讲我叫一例一休，无暑假会使一例一休，我是讲你看你要上班，24小时下课委任制嘛，那才一例一休所以这是一个真著名的，但是讲到这以外是要人讲，上帝国劳基法真著名，上帝国的劳基法毋是3输，是双赢，伊会照顾到这个这软正的人，但是这勇壮的，伊嘛无甲伊无甲伊忽略伊上帝辅导，大家人拢会使入来，因为上帝关心所有的人，你勇壮的人使入来，才会较软正，你嘛使入来，你若欢喜了，上帝拢欢喜。所以这个比喻背后要一个最要紧的意思，什么叫做公平？上帝的公平，甲咱人咧讲的公平是无共款，你有发现无？人的公平是讲，我粗勇，我做久我就是爱赢较济优胜劣败我较勇，我就爱赢较济。上帝讲毋是，上帝的迄个劳基
是讲无，大家拢互你会使生存，你懒的嘛会使生存。啊，你用的你较早就来，你免烦恼嘛，敢是安尼？我想咱拢做好其咱无要做迄鼓励啦吼，我嘛捌去打工过，你若伫遐等规工拢无人甲你请，你会烦恼袂？惨啊！我即工就靠即个工资尔，拢无甲我请。我虽然后壁要去做工代志，我因嘛无好食吼，所以你家己以后你免烦恼呢，啊伊较拢请，伊若欢喜就话上帝嘛较请。所以上帝公平规划是讲，大家上帝讲咱公平是讲，互你立足，大家拢有法度生存啦。吼，但是以后你要拍拼，要咱生存是你的代志。上帝公平是讲头拢切落地，吼，无迄个大家拢平悬叫做公平没有。上帝互你拢会使生存。所以早起通过即个通过即个不同的记录，我要甲咱放轻一项代志，咱今年咱教会的即个主题是啥物？总主题是啥物？上帝的好管家。你看，真会听得懂啊，安尼有标准的吼，做上帝国的好管家。即个比如甲咱今仔日咱的总主题有啥物关系？有关系哦。即个比如你甲人讲，上帝是听所有世间人的上帝。无论叫人的软正，伊拢要照顾上帝；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伊拢要照顾上帝。安尼，咱做上帝好管家，咱爱管啥物代志？咱管教会就好咯，教会好就好吗？毋是哦。毋若教会好，咱就爱咱的厝边头尾，咱徛伫的所在拢受祝福。安尼咱的教会是才才有意义呢。我无做侪经，但是我教会拢甲我的朋友讲你毋免讲要去啥物非洲，去倒位啥啦，毋讲遐无要紧啦。我讲咱的教会是设立伫咱的社区对，是即条行啊。就讲继承教会赞，安尼你就成功啊嘛。总讲伊还无来教会，多谢有教会伫阮中间，阮足欢喜的阮足蒙福的，伊足成功啦。所以通过早起，比如我甲恁提醒，其实咱教会已经有咧做真好的社区工作咧。咱今年几位长老都伊安尼真适合而且足努力做我看真少教会有遐济遮长辈即摆咱可以长照遮济长辈欢喜来教会。咱的心就安尼爱开宽你无遮人来讲这食倒过来咱若要摕阮教会好处。我甲咱做见证加知，我嘛是食大的，真诶，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是5年诶时阵自投罗网去找朋友，伊讲伊妈妈讲伊伫教会参加夏令营，我就去安尼叫我去说，伊敢会讲无去咱这生活的字袂出歹势出来，因为咱字袂出，人就咧甲你跑过去，这个社会是对人造就安尼咱就歹势啊。但是真趣味啊，几项唱歌我嘛晓唱我是最大个啊。搁再听故事，我听搁做游戏，了我搁食点心，讲明仔载了无？有啊，搁来去。来遐耍，来遐食点心结果食着足屌的为了开始伫教会我当作趣味，所以我感觉这个比如我爱甲咱提醒，真正咱教会有咧做真侪好的工。你若欢喜做足侪服务的工，其实上帝祝福愈侪。你嘛会去上帝祝福遐初信的，哪会去忽略咱？袂啦，较要紧是咱家己常常咧想，咱已经信主的人，伊逐工爱做反正就是讲，我有用心在跟随上帝啊无？有没有用心在跟随上帝？我有没有在照他的旨意在行走？迄是逐工咱爱去思考的。若无你可能是你本来是个大心的，有可能会走去落尾。所以我望这个比如，假说咱在做上帝无管家真好提醒，帮助咱嘛肯定咱即摆教会咧做真侪事工真有意义，大家做去努力圣经甲咱讲，地面上若有一人得着伫天顶的天神，拢要做伙欢喜，所以好好加油，咱三班家己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多谢你阮。我会当
无分种族，无分文化，嘛无分款的性别，搁较无分款是种族还是软正，拢会当进入主的国度里，来享受上帝的恩典，欢喜受感谢。主，你是听所有世间人的上帝，我已经大声信靠你的，我来相信真世字，我来好好用心来跟对你，照主你的教示来行，免得阮日来生活都变做误会，愿上帝去祝福在地阮所领受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